萨利嘎嘎马布鲁爱好，及阿苏形式嘎古，米山鲁班扎给带以鲁麦，不仅是这一次活动的名称，相信也是每一位参与学习的家庭所希望朝向的目标，那就是让我们一起在家里说阿美族语。各位家长、小朋友们，今天阿苏形式的女儿史密将加入我们的学习行列。你准备好继续说阿美族语了吗？哒哒哒！你好，星星。嗨，你好。星星，麻烦你技术大关呢？这么多技术的？这容易不安安rumah aku。你妈容易啊？容易那Maya aku。哦，几首嘛？我阿公你说好。嗨。哦，麻烦nak kakak ko. Ila ko cetai Pak Inayan agak-agak isu. Hai, si Carol kungangan Nimra. Ila ho ku cetai Papa Nian agak-agak si Rafa. 啊。自在，自在，杜萨，杜萨，杜路，杜路，sebat， sebat， lima， lima， enam， enam， pitu， pitu， falu， falu， siwa， siwa， mu'adab， mu'adab，自在古木术，自在古武术，杜萨古马达，杜萨古马达，杜路古法会，杜路古法会，sebat古嘎凤，sebat古嘎凤，lima古保利，lima古保利，enam古古龙，enam古古龙，pitu古impit， pitu古impit， falu古瓦柱， falu古瓦柱， siwa古主杀， siwa古主杀， mu'adab古打鲁术， mu'adab古打鲁术。bina古木术，自在古武术， bina古马达， 杜萨古马达， bina古法会， 杜路古法会， bina古嘎凤， sebat古嘎凤， bina古保利， lima古保利， bina古古龙， enam古古龙， bina古impit， pitu古impit， bina古瓦柱， falu古瓦柱， bina古主杀， siwa古主杀， bina古打鲁术， mu'adab古打鲁术。哇，棒仔来技术！今天我们写的数字有没有很简单呢？那今天老师要出一个题目哦，把你的答案写在我们影片底下的留言区，那就是宾纳古达鲁多艺术，宾纳古达鲁多艺术，赶快留言！还有本次课程有附上一个复习的小游戏。在 Google 搜寻 KAHOOT 的网站，输入游戏代码及名称，就可以进行游戏咯。游戏代码是09095915 09095915。最后不要忘记将今天所学的族语词汇跟短语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哟。让我们一起携手说阿美族语，米萨努阿米斯都吉达，我说族语我最酷。